講起日產，最近啲數字真係幾肉酸喎。佢哋啱啱公布咗2025年上半年業績，全球雖然賣咗成148萬部車，營業額都有5兆6千億日元，不過最終都係蝕咗2200幾億日元，成個數真係紅到嚇親人啊！所以日產應該真係冇晒方法，唯有出招救自己，決定賣咗喺橫濱嘅總部大樓，套現970億日元。不過大家唔使以為佢哋要搬走，因為佢哋賣完之後會再租翻嚟用，仲簽咗20年租約添。咁樣做其實係想拎翻啲現金嚟投資生產同技術升級，推動佢哋嘅 Renaissance 重整計劃。同時間日產都開始全面瘦身，要削固定費1500億，變動費2000億，講明要慳到盡，令公司運作精簡啲。日產 CEO 都話啦，挑戰仲有，但方向係啱嘅。老實講，雖然賣總部聽落有啲慘，不過呢個決定都算醒目。喺呢個電動化轉型年代，有現金先有得搏。可能再過幾年，日產又會變翻嗰個夠膽玩、夠膽創新嘅品牌啊！保時捷又有新車喺香港推出，今次佢哋正式將代表操控與節奏感嘅 GTS 3個字放入純電 SUV Macan GTS。呢部車唔止數字夠火，連底盤同動態邏輯都真係 GTS 化到入骨。車身再降10毫米，後續電子差速鎖、運動取向、空氣懸掛加 PASM， 再配 EPTM 同 PTV Plus， 目標就係另一部電動中型 SUV， 都可以開出保時捷應有嘅味道。香港售價由1378000起。外觀方面 Macan GTS 一出場就黑化晒，燈組入風口、輪拱尾翼通通黑晒，氣場超強，仲係第一款標配全新 Sport Design 套件嘅 Macan。前後泵把更具侵略性，視覺重心又再壓低，輪圈標配21寸，想型啲可以升級22寸 RS Spider。新色包括 GTS 專屬 Carmine Red、經典 Crayon 同新登場嘅 Lugano Blue， 仲支援 Paint to Sample， 俾你自選近60種色。入到車廂一樣運動豪華兼備，用咗大量 Racetex 物料包覆，座椅有18向電動調校，仲有碳纖維飾板、紅色縫線，安全帶配飾全部同車身呼應，超有戰鬥氣氛。新設 GTS 內裝仲支援 Porsche Digital Key、AI Voice Pilot、泊車輔助同車內遊戲功能。講到最重點，動力，後續電摩打配 900AC 逆變器，輸出最高571匹，955牛米扭力，0至100加速只需 3.8 秒，極速達每小時250公里。仲有賽道模式，強化冷卻，連續爆發都唔怕熱衰效，續航最長586公里。充電21分鐘就由10充到80%，底盤亦係靈魂所在，懸掛再降10毫米，配 GTS 專屬減震、電子後差速鎖同可選後輪轉向，彎中反應勁快，轉向更準。EPTM 同 PTV Plus 一齊發功，令出彎動態更銳利。老實講 ，Macan GTS 唔係玩數字，而係重新整理成部真保時捷。車頭講方向，車尾帶節奏，電動都仲保留晒靈魂。對嗰啲嫌快唔夠，要好快又好玩嘅車迷嚟講，呢部黑化猛獸先至係你真正想要嘅 Macan。唔想錯過最新車壇消息同試車內容，記得上我哋網站 car1.hk， 再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